主公啊，就太中來台主上咗嚟改觀啊，來280年嚟啦。มีโลสอกขายแน่เลยอ่ะลอยยาห้องก็คอยคนกาสุกินข้อนเอาไก่ก่อนสุยอ่ะเอาดียงไก่ก่อนสุยละก็พูดซ้ำว่าถอดยาห้องคอยคนนะ也是来都啊，人家用水源头，还没有潜水分。頭拜要睇談成佛，對水嘅地方多，也唔係你，那政治河西一夜都逛，冇辦法，點樣睇水來，成個都無聊槍槍。流水啊，事实上就是地面水的转换到地下水之间的一个过程。台湾有众多嘅高山。高天天的山呢，一撮连成一撮，同水气挡下来，形成落叶。山顶方的雨水浸到地底下去，就会一定波嘅地下水资源。水分作雨水、地表水同地下水。地下水又简单分作含水层嘅地层水同沙甲层下背嘅暗流水。水伫地底下紧流紧沾。遇到湿碰，也喺地层较唔适贴嘅所在，就会出潜水。拿这个水哈，你主要的作用做什么？泡茶啦，或者是煮饭的那个水啊，口感一不一样？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是好，没有那个消毒水的味道。我没有消毒水的味道。嗯，你们从哪边来？我们从壮尾来。壮尾哦，哇，有一点距离嘞。伫台湾东北偏嘅宜兰县，县内山片有高山，雨水众多。谁知道南洋海见落雨就河坝水平河平坎。据说全县有15%嘅面积係河坝水打出來嘅山形平洋。咩認證氣候同地形嘅關係，係台灣少數無水區，啥又唔會欠水嘅地區。宜蘭三面是環山的，一面是雪山山脈，一面是中央山脈。在中央山脈上面啊，所以說有一座山啊，就是南湖大山。這個南湖大山是3742公尺，南洋溪從南湖大山流下來啊，從3000多公尺到300多，沖刷就非常的嚴重，大量形成礫石。現在我們這裡有礫石嘛，對不對？假設我們河水在這裡，在這種礫石堆裡面，水是留不住的，所以說這個水往底下滲，啊滲到地底下一直在流動，形成一個湖流水的現象。那先民有一個智慧，如果它是三面環山，那一面是開闊的，我把開闊這個地方啊，把它圍起來，就形成一個皮塘。金泰灣比啲宜蘭鹽山鄉太湖村，一個水源頭就係地底下嘅潛水。清朝嘉慶書嘅羅珠江啲不潛水嘅所在作平頭，扣起來就係比塘，又夾咗金泰灣樽。比塘流樽嘅地方有豐富嘅生態，每位菜田人家點嘅又多不少嘅前緣來路。今仔日是較甜啊！哦，你攞這個來。好，我跟你都來吼。在較同意啊！好，這種泉州頭你嘛，你幫嘛睇無？我只能夠睇出唔得。哦，以前用手安尼攏免用睇啊，就是。我看到。嗯。你看到。以前这边的居民啊，闲暇之余啊，那就蒙着它可以赚一点外快。啊，这里鱼虾、贝类的都很多，可以说整个大湖地区哈，它的一个生命密码。
金大安皮。除了灌溉以外，它还有一个功能，那就是它可以做一个运输的作用。当时大湖地区这些村民，他的农产品透过船舶在渡头这边集合。早上，宜兰太湖地区生产嘅农产品，像火炭、稻米，就会送到渡船头嚟雪種。等金太陽比嘅港門打開來，讓水到船內方，船呢就會順等水自定下去，直到佢用時嘅宜蘭上。當東西買得過後，再個同油、鹽、布料，一到日常用品再到轉來。一啲都很天速會有用潛水掘出來嘅酒。其实这里的土地本来都是公卖局的，县政府把它放领给老百姓，所以公卖局有一个古井，就是在我们土地里面。拄入来这老伙仔就甲人讲讲，说这拢会出泉。到要拍点仔甲的时，拄拄落大雨啊，啥哇，规个教练亭，这拢出泉水。哇，这有影出泉是足恐怖。啊，是因为我甲扣来迄条排水沟了，这水才开始才袂安尼出泉，无这拢嘛压起来。有听这里的耆老讲，是说这个井啊，下面有一条很大很粗的水管，直接接到公卖局的2楼。日据时代，宜兰酒厂有一个金鸡牌的酒，就是完全用这里的水。不知道哪一年的水灾把水管冲断了，所以那个时候开始才没有用这里的水。宜安酒厂可以追溯到清朝的时代，有林清夷家族，他们怀念福建家乡的酒，他把红露酒带来宜兰地区，这边开始创立了宜安酒厂。红露酒的历史就是从这边开始发迹。现在你看到的红露酒呢，就是在我们酒窖里面在熟成的酒瓮，这种瓮是会呼吸的，而且是这种上宽下瘦的。让这边有一个空气可以流通，这个酒瓮就会呼吸。那我们看到表面会有一些酒曲菌的存在，而且随着年岁的增长，在里面熟成的酒呢，有这些天然的酒曲。这一批刚好是4年左右熟成的酒了哈，那酒瓮的话就超过了100年。这些酒瓮就不同批的，从福建那时候留下来到现在，都非常有历史。宜兰雪山山脉的地下伏流水呢，经过层层的矿石过滤出非常纯净甜美的风味，刚好可以跟红露酒这种发酵的酒类呢，可以做一个完美的结合，让红露酒呢有台湾的味道。伫雪山山脉是片沙嘅桃园市，係高公體嘅體型。印證高公體同高公體當中嘅高大鴨，暗流水順定高公體嘅順通流出來，也係暗流水動作嘅素材。桃園八地區嘅壽梨，印證水源動作，做上青島人會講。鹹透嘅壽梨脯，深透嘅壽梨米，也記老古言語，就看得出嘅樣式有幾豐容、幾複雜嘅。這啲太下我流出嚟嘅啦，冒產，清楚都以為啊，住庫現在台都以為都根本冇抽樣啊，你看得到啊，會流出嚟啊，流下都啲個流就真流。個主要叫嘅唔可以停水啦，除了講做好咯，要下細點啦。因為嘅潛水量穩定，
跳床沿就床流無停。就算遇到天旱，免唔識河沼水量，有認真水對兩粒大石頭碰碰撲出來。老祖講日見日，對呀石頭又尊敬又祝福。天天嘅發展起嘅石外廟，變做係一個信仰嘅中心。係咪叫冇落水嘅水唔拉到喺橋上冇用用波夫啊？佢那叫冇落到水下嚟用啊！見到冇水橋不落水。以前科學醫學無法參加吼，佢祖先佢都認為講一石骨吼，鐵片太粒，又同一般的石骨無共樣，佢都認為講一定係生命啦，所以佢就會自講也按呢石愛啦。一罐水吼，不但係濕水也是也味，甜到濕水咩是也味嘅水，含一般平常時都有一條北鄉裏頭吼，啲富人家裏頭嗰啲係洗衫褲啊，洗菜啊吼。含住利用洗菜時間，就到時去交流嘅，到上陣我傳來傳去，陣我地方最近有某個事情發生咁樣。我記得細間吼，我把呢度耕田用水吼，太溫做嘅沙我也要用水啦。一田吼，高高大大嘛，也做喺祖先嘅嗰種嘅智慧啦。像你吼，當波也要有水，大下要冇水吼，我必須留下嚟啊！我一奶小個奶背一隻吼，何況佢水就係嘅。我啱啱也要大下做個有水嘅，但當波水做個冇水，啱水質唔好浪費，提出錯嘢，條件適好嘅，我大下就適係容易咧。我將我哋一邊切嚟就切到呢度，啱佢水質唔好下去嘅。老祖講順定地形嘅高台來開田，按樣清淡紅嘅丘田會先表淹水，再個就順勢流到下丘田，按樣搭隻丘田就會有水好用。有旱透嘅水就得到清好嘅利用。田丘唔單止愛水來用，每噸水同本水流過嘅水路，就得講哦，係一點超徹嘅用水智慧。老師，上嚟食飯嚟啦！上嚟食飯啦哈！慢點，慢點。同宜蘭縣桃園社會裡有安足嘅水源比起來，較個下去係矮山嘅地形嘅苗栗，地形較定較起，我噸水就無按改。但係苗栗縣西湖鄉金石村嘅後金台，因在2020年研做田旱做到咁厲害，欠水欠到佢哦，實在無干無實。一啲係種白酒，喺度增加啲鹽味講。田旱越來越旱，味道個防換作物又較越來越好嘅樹神都鹽味當我大也好正。特別係幾尾厝聽嗰種黏起來，殺到也都冇水好處嘅。也係後金台埋下一笪農地過後，大概天意好正。唔過也好，也係新疆乜冇水好處嘅。特別按什麼水，一兩桶嘅水也出到冇一尺嘅水啊！嗰個灶台也用唔到水啊！看到有水嚟講，根本冇辦法有水，裝唔到水啊！冇法啦，天災啊！因為也天旱人哋冇水咩，冇水，伊個佢都來偏都來咩，都淹死。特別係幾尾厝聽嗰種黏起來，殺到也都冇水好處嘅。總是呢，因為佢用少水生，佢用水少，差唔多一條，差唔多1年都1公升左右嘅嘛。也按多年來，落雨嘅日數唔拉，一下落雨要重用多嘅用嘅，水落下來一多天內。一下就不太需要流走嘅。
并无充分站入替代下，唔是结究有本本河沼水量。不过邱景台还係堅持喺耕種，望定會有指望。啊，都到田多堵啊，從來種農家人都堵啊，冇堵有一年忙過一年啊，農家人清安啊，偏戚啊，呀，清安。種下嚟都冇效嘅，因為田旱嘅就怕咩？如果慢慢嚟試，一拍我幾踢，嗰啲冇效嘅。一個田旱嘅操成嚟啊！以後佢一發佢要往個村上就來，一用嘢咩冇事啦。我佢出來，佢要嘛，佢兩個白強下啊！一跟住去，就係衝人哋前方人哋嘛，一啖咪係啊！衝人哋全部都係村上啊！田旱要按吸收嘅天時，是指到告訴較無抵抗力同免疫力。主要嘅病蟲害粗蜱蟲同尾車，帶來當嚴重嘅傷害。邱景台要愛潛水，要行較愛防蟲。不過就為有好嘅書信呢，無法度來削弱嘅殺蟲。看定高樹巷雜雜嘅粗蜱蟲，邱景台一家家3萬做，前面殺做無本錢呢。做農業，煙頭是看唔到嘅頭是出門蟲啊！老人家做得啦，講啊加減啦，你就穿落嚟就嚟收費啊，嚟做得啦，退休也做得啦，唔希望舒適，希望越快樂安就好。長久以來，邱景台就認真用水唔拉，咩都像土一樣嘅。不過，苗栗其實有5處水庫，一條水庫嘅水就提供本新竹、台中嘅工業同民生來用。一條做啲河壩送積嘅水庫，同水擋下來，使至到東岸到下積嘅水少加凍多。兼且天面巷嘅水係唔拉，暗流水咪會停停變少，有陣時候還可能就冇睇咧。邱景台嘅兩後沉水漿就走nhã nhã嘅，係田旱太過厲害，也係水資源分配唔完整嘅暗用咯。增设这个鲤鱼潭水库的话，是拿我们燕里跟通霄这2个镇的计划书下去盖鲤鱼潭水库。可是盖完之后，大甲日南工业区那时候就是成立，我们苗栗的水就卖给台中，所以就是牺牲掉我们通霄，通霄就没有水圳可以灌溉，都是用藻井灌溉。苗栗同小鎮嘅梅蘭里。早上每只認真水源唔足，愛做乜嘅就踏樹踏腳，有田冇水，做乜嘅就半工不繼。阮細漢嘅時才出世啦，我即馬是做田做，我即馬是90歲啊。咱時陣啊，搞了無水，搞就搞到按用種嘅，種甲等雨來，雨來啊才落去掃草嘅。無雨來就稻啊較大丛，學稻啊乾，掛起來牛食，我就了去啊。當溪仔水敢無？溪仔水有啦，要行到溪底了，愛反正愛20分、15分。一工差不多愛。早時打5擔，尾仔時佫打2、3擔，安尼一日打2擺。溪仔水人正常看換，溪仔水嘛打去。哦，要若無看換吼，你著洗衫，攏會去甲溪仔去洗，無就無水好洗。用水按件型，耕種人均靠前吸濕嘅土地來熱，一出水庫來燉水飲田，一種飲田嘅方式。一般來講，愛山嘅天氣就會按用。古早就無電，田路就開一個運骨，用加湯啊，油幫去北，
你一头我一头安尼，接落去水锅仔底，拖毋是油崩起来，较起来淹嘛。较济就啊较久啊，啊有诶就较窟仔底水无去啊，打去啊。哎呀，等下叫我拍开阮你看。遇到木哈哈就蒙田吃饭。刘书记上戏上命重要地位前，请人大以后公开演讲，讲我一点奶，我一去成，就会土地北讲来天数指标嘅。啊去问土地公伯啊，讲若弄60票会使哩，你个搁加少者上杯，啊讲就搁上杯。我就甲弄等人讲话，讲什么60票遐吼，搁上杯，一个弄弄到60票。因为你土地公伯有准哦，60票落去吼，无刷运啊哦，敢若这个吼刷运介少。一种大将来利用地下水资源嘅方法，清楚要公转4000年前嘅太乙时代。看沙文系大将师傅来断水源水量嘅重要根据。伫屏东万丹乡嘅竹林村，就有当到一幅卡起下太人就同人大将嘅村民。钟新宝还系也当中一定会大将嘅男人。请问你为什么要挖这个？这泥土凿井的时候要用到，打下去那个洞有没有？要靠这个泥土去把它粘住填满，才不会你打下去那个洞又整个崩离啊。钟新宝和后生家下是村外庄识头路一步嘅，下后张转去家乡，听家爸伫屏东平阳乡同人打仗，对屏东地区嘅水文有相当嘅认识。这个所在哦，大部分拢阮做的啊。每一个地区内底有浮流水无，阮拢知影。以早吼，无这自来水的时阵，拢食浮流水，用这个内底民生用水。阮兜有3代的人在这里，我、阮囝啊、阮孙，这个孙嘛是15岁就开始学啊。这套产位吼，一定要好好势。啊，这套开吼，较袂崩，啊，搁较袂即个讲做石啊，较袂冰石啊袂啦。屏东平阳有动足嘅地下水资源。这有竹田乡中南村人嘅传说讲，有老祖公、敦祖公伫地底下就会有水喷出来，就安尼杂作到大江嘅优良。天天呢传到配得种嘅，以后竹林村有青岛人专门同人打江。地下层伊的水源哦，差不多几尺的有啊。所以咱打下去有沙层呢，就是有水源的地方啊。越粗它的水源就越大。如果像这种一般打起来的细沙，这个水源就比较小，这种粗的比较大。所以我们灌溉就是要打这个粗沙的。请问啊，这即马安尼有看水无？有，伊的水位进到伫这尔，这落去差不多2尺，你就看到水啊。伊的水位足悬啊。阮老爸的时代吼，伊就会晓判断浮流水、甲地下水吼，就无同啊。地下水，伊即个讲起来清清，啊经过几分钟过转圆。浮流水是民生用水啦，加出来就足清。
清早开发暗流水嘅方法就是打浆。因真浆度嘅水本本还有流通、高温嘅作用，水质呛哩，一般就喊做上浆。铁层水因为同体表较近，较会受到污染，单单就用来灌溉。故说浸暗流水嘅水墨，係打浆人一定重要嘅功夫。这口井就是浮流水，坎顶、南州、潮州、万丹、德产，这五沟水、五沟水哦，也是浮流水啊。啊，什么判断你是浮流水？看这个沙质来做决定，这个就顶悬的沙，这袂木水啊。啊，这第二堆就安，这个沙哦，就是会木的水。自然会涌上的水，才有这种沙，这个出水量较大，啊，这出水量较少，啊，但是这综合落，就有那袂歹啦。打浆人都要热出沙粒的毛，还要看沙粒嘅体色来断水源同水量，也按到看沙纹。沙粒嘅无耐质。韩国越太越强烈，就表示水流越太水源较足。暗流水係强烈又丰富嘅水源，同现代工厂技术结合起来以后，效益更加显明。1923年完成嘅喺屏东来义乡嘅二峰村。就是重要的代表。我们追求水利水资源工程最高的境界，就是要水质、水量、水生活跟水生态。那我们二峰郡都展示了这样的一个目标。二峰村係日本水利卡頭期嘅鳥居新品，對台灣嘅重要貢獻。佢發現屏東來義係三角地，河壩水當腳就會浸下去。形成河壩底下嘅暗流水，就規劃喺地底下開透水廊同暗流水透出嚟用。它要估算在丰水期以及枯水期多少水，它要去计算这个水稻成长过程里面所需要的水量，所以说它会决定在这个地方往地下多少深度才能够把这一个浮流水集结。电测师现在系世界下是看过8次水灾，特殊时期有唐人讲过二峰村，就立志要研究鸟居新品跟世界，就按样同二峰村结得同层嘅缘分。这个就是二峰郡所在的位置，这个是导水路，这个圆圈是分水宫。灌溉整个甘蔗田跟水稻，所以说它灌溉所及的地方包括万峦、潮州跟新皮，大概有3000公顷左右。当年11月咧到反转月嘅3月咧，喺河壩嘅淹水期，电测师將會下去二峰村嘅涉水龍頭來勘察。这是三角堰梯的2号井的起点，我们可以看到都是三角形的混凝土柱，经过层层的过滤，所有水非常的干净。各位可以看到这水清澈见底哈。虽然河床里面没有水了，但是下面的水还是非常的丰沛。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浮流水。二峰村嘅暗流水工廠。係啲亞魯斯海河壩下部嘅2.7到9.1公尺嘅所在，做一處大埔涌東向河壩案發嘅涉水龍頭。龍頭看起來係七角三角形，
一片白电，像迄龙头的白个样诶，入水面用南巴孔淋的炖的大闸，甘等白粥可以碰个沾水面，大闸的炖的一片就接伫南巴孔淋的湿水土方，水伫沾水面嘅碰方沾了下来，然后伫遐湿水土面方冲平条嘅蔬菜，要由开出间0.42公尺嘅入水孔来加添伊水量。沾水面嘅面方比到强沙沙嘅流到湿水土方，含铺嘅用铺强嘅边嘅锁工来动，按用湿水土土方嘅暗流水，清米就会流到松水内桶，流到准桥方去嘅。我们一直在讲所谓的永续工程，对于河床的生态，包括一些鱼类，它没有做阻挡，所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生态工程。那这水啊，终年不断啊，在100年前也是一个非常超前的一种工程方式。那在我背后就是二峰郡主要的注水路，注水路中间有一条我们叫做侧向溢流堰。当不需要水灌溉的时候，把闸门关起来，让这个水自然引流回到林边溪。那你们对这条水圳应该有很多的感情吧？哈。对啊，因为长期都是使用二峰圳的水，过去也没有自来水。那现在也虽然有自来水了，但是都比较不会用到自来水，因为自来水本身有些消毒的味道，所以比较喜欢那个这个天然的雄鹤，对二峰圳的水，都天然的雄鹤哈。用的几百年呢，韩国也按多年经由铁桶土石流一条，河坝吞到洞岛内，太水又见碰见割到洞里开，而逢准烟体嘅河膜内洞板又地位就废脱咧。我们经过讨论，我们在它的堰顶上面，我们加盖了1.5公尺的混凝土保护工程。那在之后，我们又在上面铺设了所谓的蛇笼工程，来保护这一座，不要再让它破坏，否则的话，水就会夹带的泥沙进入到郡体，那整个沿线水中就会有混浊有泥沙。同二峰圳强时期起嘅暗流水地下透水廊，还有屏东冰寮嘅滴滴海圳、云林古巷嘅坎头福圳、宜兰金塘村圳，也就是日本人对荷兰学来嘅讲法。这次应用嘅几下年将推广到台湾来，到今一切就系正常使用。2021年做天旱，谁知道台湾有一道水库就走蔫蔫的，连水库带就看得到。这时节，没有啲烟同小镇梅南里嘅江水有会转变嘅机会。梅南里冇大帮到有水库江水会卡里边，系农业支持工业政策下嘅牺牲者。为到爱争取用水嘅权益。3万大兵的几下10年，前面沙引证南四海暗流水各水方案，解决的长久以来难剔透的问题。因为我们整个通霄镇24里没有这个农田灌溉的，也没有这个水浸可以用的，所以现在就是很不容易的争取到2亿的湖流水。我们在溪的下游做这个湖流水截取起来，截取超60%。40%再让它往下游。这个水塔就是我们现在湖流水的水塔，一个水塔是30吨，2个就是60吨。60吨的话，它可以灌溉差不多3甲地，因为这边差不多3分多地，靠那个古井出2吨的水，20分钟就没有了。还要再等1天，
水才会再出来。我们现在的湖流水工程如果做好了，这边全部都可以灌溉到，所以他们就开始要在种水稻了。如果做得成功的话，我们后面还有2期、3期，这些年轻人也比较会回来种水果啦、种稻米啦，什么东西都是要用到水。同梅兰里大兵的按多年来比，迄啲屏东湾蛮潜水佛河附近嘅民众就加当好福气。在地嘅潜水夹夹起来形成河坝，跳长年就冲冲冲冲。河坝水带来富足丰裕，农业开垦当夹一堆条桥，可装到5桥，显然是含保存到当好些，含具有特色嘅客家庄嘅。也水迄阵阿妈往下来，也要出潜水，也有可以洗衫裤，可以洗家，洗木头啦，也都有诶毛诶吼，过河过枪。每天都来吗？系啊，每天来啊，除非落太麻雨，定都冇来啊洗。普通冇嘛个雨，定就来啊洗。20几岁加来，今刚来洗到75岁。以前香吉片白粒，定都用3粒石头来编一粒，都提下洗。也自然形成的一个菌路啊，规条准桥全部潜水，伊每讲一个地方全部安尼不出来，有个地方路安尼一直渗透，水路安尼沾上来，所以都下坡水路也太。伊也偏向看也是咧，几道地方，高深厚地方，高无安急的地方，伊铁路我看得到伊个有几道安尼细坑。伊个水路慢慢的安尼渗透上来，伊每像安尼印象中讲不潜水用安尼，伊个涌泉口安尼水清不唔咩安尼。也是咧都安尼呀有水的水源头，安尼还没有潜水服。5桥水嘅水源头伫太武山，伊水经过地下暗流。伫5桥村嘅附近呢，也接河坝流出来，形成潜水佛河，有野藏有嘅生态环境。早上客家老祖讲，顺顶东港海行江上，发现呢一片蓝莓地。我哋总督呢，乡流呢已经有22师，伊啲师台30人吼，呢算嘅话差不多，差不多个300人。早期呢，人睇下现呢睇下起步嘅呢，全部都靠入嘅水，嗰一片呢嗰安全，如講伊無山大風下來嘅太水，而將只有有天內底下有浮流水。嗰個伊下水呢係安全嘅地方，嗰個一定都停論水安尼做唔嘅。嗰個嘢馬路咩有咩安尼彎彎曲曲，人伊也係因為停論水。嗰個而像伊下嘅一天我面向水嘛。那里有一条河，他们都，我家门前有小河，后面有山坡。5橋村嘅潛水，一年頭天就維持24度。河壩村嘅出物同河壩對方嘅魚嘅下降旱嘅一道，形成嘅完整嘅生態呢。嗰啲一定無入菜嘅時節，一定會去留嘅水草，就水草留嘅，如果撞盤雞啦、豬嘅啦，就食。像路下炒菜啦，比如講小魚香菜，如果咁冇去田橋嘅吼，或是去準橋嘅吼，凊彩用本機吼，撞入一盤嘅物嘅啊，鹹嘅，你有鹹嘅又好食。早期呢都生產呢都濕和嘛，伊個品質攏幾好，由於伊年有產貴，產量幾大，嗰啲人自家生產嘅都賣出去，
后买去台北，品质也改好，改速度反应。或者早期呢，如果到你失误，认真潜水狂嘅出水量一太，港口嘅范围一发，故所做啲清潮水嘅晚晚就係屏東一出名嘅米廠。淘米賣到國外去，光景當好。不過時代改變，工種人陸陸續續轉作北方嘅經濟作物，不但田丘順後四通八達嘅水準，日見日上錯大弄到見唔到多嘅。而家市地府區咧天嚟咧三角天嗰度，好似連路講種甘蔗啦、香蕉啦，米下路長嘅開始流行嘅時，連路全部都種長嘅。嗰隻丫頭年代嗰度竹頭嘅地方都俾人倒下嚟種長嘅，因為家長嘅錢好高啊。經濟發展帶動社會嘅轉變，後生人愛出去讀書識頭路，凡用鬧熱嘅小鎮見來見點數嘅。劉正坤嘅做法同樣無共樣，佢做起保育者同五橋村嘅水文化韓國生態要再個帶動發展起來嘅。因為後生嘅時間係睇啊，係歸來，我爸爸有幫我一啲事業，啊，都提講哦，人哋沙期改多嘅資源，只講他嘅年紀唔曉得用去利用，我哋後來有想過也是都利益嘅方法都做別個，唔是講想做的做別個。嗰度水草嘅時節啊，最重要如果原來唔愛入去中槍，因為我哋河床其實我們觀察，如果每年清淤哈，它去干擾河床哈，它會造成一個泥沙快速的流失，你的河床會越來越低。你有水草，不要讓它很快速的一直掏空，那個河道的壽命也會比較長。希望講，迄個就推動一個環境的改造啊，因為我哋流水嘛，都濕地嘛，磨嘅啦，水生植物來做取代嗰啲強害樹，安尼都會對一個社會各有變化。看你找路我哋流水世界級嘅特有嘅水草，像類雀柏啦，一個福菜路都有。改強嘅水質過濾嘅效益嘛，所以一種我哋咪會去富裕會種。五橋村引證水落發展嘅文化，動動停停劉正坤嘅三網大兵有為生存嘅機會同希望。是講愛從暖熱用嘅水準講開，殺引證水準有無用嘅，韓國有啲私人嘅土地項，故所當難去爭議。有各種困難。其他拍講要認真面對，還係認為所有心帶動一條安有生命力嘅水準，五橋村總係還會有春光。離灣蠻南片10個公里遠嘅평寮林邊地區，因為長期抽出地下水，甚至到地層凹下去嘅。電測師推動韓國設計太潮州人工湖地下水補助計劃，同暗流水實際拿來利用。林邊溪是屏東縣非常重要的河溪哈，因為林邊溪集水區裡面降雨量非常大，但是它每次颱風下雨的時候，它就會氾濫。所以為了讓林邊溪上游的水能夠補充到地下水庫去儲存，減少氾濫以及地層下陷，所以說我們在這個地方做了一個大潮州地下水人工補助計劃，讓洪水資源化。那地下水庫如同千層糕一樣，它會跑到各個含水層裡面去補充，
补充下去之后，地下水位抬升了，缓和了沿海地区的地层下陷。那这个是我们大潮州地下水人工补助计划的进水口，我们可以引进林边溪大概116立方公尺每秒这样的一个水量。因为林边溪的浊度、含泥量非常高，所以我们用离心力的原理，让它能够有一个弯曲曲度来把这个沙水分离。好的水进入到湖区，浊度比较高的水，我们把它排回河川。等测试以成人落成研究安排管理怎样的治水用水，其慢慢同前辈传下来嘅水利智慧相属下去，为太潮族人工湖发挥长远嘅作用。荷兰他们对抗水患啊，以400-500年的经验啊，就到了荷兰去练水利工程，不要把水看成都是水害。应测式的式就是读书人要把这个水啊，这个科学能够发挥到淋漓尽致，开发好的水源啊，让民众能够喝到健康的水。台湾有丰富嘅水资源，沙又系欠水欠到动厉害嘅所在。浊水库解决了青岛用水嘅问题，未产生嘅分配唔完嘅难题。一按多年来，暗流水嘅开发同利用发展到更来更好，也系20年来啲水资源应用项同重要嘅发展。特等继续来推展，咁样台湾就会系前向梦土，替代流水长长久久，长长苍苍。